不好意思，仙子。今天这是怎么了？怎么查的这么严？有一只妖猴溜入了天庭，试图轻薄诸位仙子。我等在这里严加防卫，一定要把妖猴抓住，就地正法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怎么有这种事情啊？真的是太可怕了。不过，你们抓妖猴就好了，干嘛为难神仙啊？据仙子说，有人假扮葫芦仙子，抢了她的扇子，让她落入了妖猴的圈套。此人一身仙气，所以未引了仙子的怀疑。我们怀疑有仙妖勾结的可能。不好意思，仙子，每个人必须经过检查。啊，好，那你帮我拿下这个，这个是我带给我姐姐的水果。仙子，一切物品都得验身。验准儿验。仙子请。哎，仙子，你的桃子好像坏掉了。啊，这个是猕猴桃，没见过吧？你们看，哎呀，好好的一个猕猴桃，怎么就掉了？你们啊，好好工作，不用管我啊，我先走了，回头见。哎呀，啊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你，哎呀，起来，人不着点就算了啊，法术也这么半吊子，我差点就被你害死。72变这么高端的法术，人家会一点皮毛已经很不容易了。你，我为了你几天几夜没睡觉，就为了帮你去找真心人。你说，你为什么骗我？为什么骗我说他是你的真心人？为什么要朝三暮四？为什么要做一个……哎，谁愿意做混蛋啊？其实我曾经呢也是一个好人，但是一点也不开心。现在我时间不多了，说不定哪天就会抓走，灰飞烟灭。所以啊，我当然要让自己开心一点啦。四处留情有那么开心吗？哎，这你还真说对了，真就有这么开心呢。而且我发现天上的神仙果然不错，怪不得抢着当神仙呢。这么说，你是不准备悔改了？我改什么呀？我也没做错事儿。哎，干嘛？活该！呸！你怎么了？果子，快给我果子！哎，什么果子？很明显，青霞已经知道自己在紫霞的身体里，而紫霞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之前紫霞为了不让自己睡着，过度服用了果子，在发怒的情况下，身体不堪负荷，无法压制体内的青霞，导致体内青霞暴走。谁？是什么声音？让我出来！哪儿呢？放开我果子！紫霞，你对我做什么？青霞。
这下终于安全了，也好哎，甩掉那个紫霞。嘿嘿。哎呦！嗨，霞姐好巧，晚上好，霞姐。见死不救，你还是个男人吗？为人家小冒充大圣。霞姐，我错了，你放过我吧。你告诉孙悟空在哪，我就放了你。哎呀，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嘛。而且话说呀，刚才我不是见死不救啊，我是苦心苦地的为你去找药了呢。你刚才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少多管闲事儿，我就是最近睡少了，总是容易犯困而已。啊，那为什么我好像听到了另一个女人的声音啊？你还喊她姐姐？姐姐啊，该不会是青霞要找到我了吧？哎呀，拜托你千万不要让她找到你啊！拜托你啊！这样你就怕了吧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你要是再不说的话，我就带你去找我的姐姐青霞。别，她平时最恨那些背信弃义的男人，她一定会把你大卸8块，放到太阳底下暴晒9981天，然后晒成猴肉干，一口一口的吃掉。其实你看我这么瘦，其实不是很好吃的嘛。少废话。猴肉干也好，猴肉片也罢，今天啊，就算你不杀我，他不杀我呀，我迟早也会死的，因为我的生命已经在倒计时了。为什么？佛曰：不可说，不可说。哈，佛曰，你如果不说，我就打到你说为止了。哎呀，你干什么呀？不要这么粗暴！哎呀，你歇会儿。哎呀，渴死我了！你太能跑了你。哎。干嘛啊？你看。一路已经有10几个妖精的尸体了，而且每一个都被吸干了修为。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怎么了？看来以后出门都得自带白开水了。我。渴死我了！快点，干嘛呀？哎，老板，来点喝的。哎，怎么了？干嘛那么害怕呀？哎，大圣且慢用。说什么？大圣啊！你怎么知道他是大圣？齐天大圣大闹天宫，他的事迹《天庭日报》《人间日报》《魔界日报》同步刊登，1天之内转载量破亿，报上有数张大圣各种造型的画像，所以在下能认出来。低调，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我的身份啊！老板，我就是问一问，你怎么这么害怕呀？请问姑娘，您贵姓啊？我叫紫霞。没事，是。老板，这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为什么大家都怪怪的？我们这儿啊，前阵子出了一个齐天大圣孙悟空，最近又出了个春三师娘。传说这春三师娘美艳无边，但心肠狠毒，专以美色诱骗妖魔，之后吸干其修为。听说啊，她还给自己想了句广告词。广告词说来听听。桃花过处，寸草不生。哦，你个大香蕉啊，这个比我都拽多嘞！桃花过处，寸草不生。小点声，快走！哎，你干嘛呀？哎，自觉排队，老弱病残先走哎！你们，你看，
把他们都吓跑了，他们以为你是春三师娘呢。现在我们这里啊，男怕春三师娘，女怕晴天大圣。如果你们要遇见他们两个，你们要小心一点。大哥，谢谢你啊。走了，走。喂，这位小哥，刚刚你说男怕春三师娘，女怕晴天大圣。那我倒想知道，是孙悟空厉害，还是春三师娘厉害？桃花过处，寸草不生；金钱落地，人头不保。春三师娘，